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5，马太福音5章第8节安尼讲：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见到上帝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心清气，意念圣洁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主啊！愿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儿女，也好叫阮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将较无你公义的心肠赏赐予阮，互阮无搁追求世界的虚荣，单单较无来行伫你的真理甲道路。主啊，求你洁净阮的心，除去阮一切的骄傲、苦毒、甲歹的念头，互阮内面无虚假，只有对你纯全的疼甲信靠。主啊，因为阮知，只有当阮有清气的心，才通看见你，明白你的心意。安尼，阮才通成做真有福气的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